这件校园疑似霸凌的事件发生在今年3月，因为学生被踢笑，甚至扒头、推椅顶。虽然经过家长向老师来反映，不过学校却一直无来通报，一直到5月9号，议员李宗仁伫议会教育局的工作报告来揭露，校方才伫当天伫无完全告知的状况，去陈情人的厝内，造成家长的恐慌，严重指控校方无通报，佮想要向家长来施加压力。因为小孩子那时候出现拒绝，就是不去学校的状况，我们当下就去学校跟学校要谈这个事情，可是学校都用他们今天很忙，今天有活动，然后连理我们都不理我们。然后我也说我们愿意等他们忙了，可是没有一个人要理我们。然后到最后我们就是说我们就不要谈了，我们就是直接要帮小朋友做半转学。然后后来因为都没有人理我，连导师也没有打一通电话，到你们开调查之前都没有一通电话，是直到你们当天好像早上开了会，然后他们下午才一直打电话给我。可是因为我不想要再跟他们谈，因为我就已经交给议员他们帮我们处理，我就不想要再跟他们多谈。结果没想到没多久后，他们就跑我们家了。嘿，是。那校方当下是有讲了什么样的内容，让你觉得害怕或是感受到威胁吗？因为他们3个人就这样子直接从3个男生就这样子跑我们家，我现在就我们这几个而已啊，也不是突然事况紧急，也不知道要怎么处理，连要打电话要问人也来不及。对啊，然后进来又跟我妈妈讲说一定要用启动调查霸凌这件事下去处理嘛，然后就讲了一些很多，我觉得对我们是造成就是又是伤害，因为言语之下他还是觉得说是小朋友之间的玩闹，也是觉得说都推给我的小朋友，都觉得是我的小朋友问题比较多。第一，要求教育局必须全面的检讨延迟通报甚至是拒报的情势，因为在近来半个月之内，本办接收到3件这个霸凌的这个通报，那其中有延迟通报的，其中有处理程序较慢的甚至是这一件老师认为不构成霸凌就拒报的情势，这件事情教育局应该全面的检讨。第二件事情是全面检讨通报之处理的流程跟瑕疵，包含我们刚刚所提到的校方直接到家长的家里，然后两造双方可能因为都在情绪上而有出言不逊的状况，是不是除了24小时的这个一定要通报的规定以外，是不是可以让校方或老师这边可以留下有意愿跟家长来沟通的证据，以资证明，而不是直接这个鲁莽的行动来造成两造双方冲突的升高以及对立。对此，市府教育局坦承，针对校方延迟通报，未来对着疑似的案件处理，一定会持续来加强。未来会加强案例宣导，并增加亲属之间的沟通技巧。家长有提起所谓疑似霸凌的这个所谓的意愿等等，那就学校来讲，它应该是要先有疑似案件的流程来处理，那启动程序完之后，后续的家长的沟通协调可以进一步来做。那我想这方面的处理职能，我们会持续的再来强化跟加强，请学校在案件的处理上的一个职能必须再提升。该案对3月初发生，经过个半月，4月底学生拒绝去学校，校方嘛无电话来询问。目前囡仔已经转学，离阮学校伫转学前嘛拢无启动霸凌的调查。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